東頭懲教所3名懲教人員被指涉嫌將原本供在囚人士使用嘅4部電視機搬走並運返職員宿舍。案件今日喺區域法院開審。控方指涉案3人分別係胡漢傑、胡裕輝同文偉傑，佢哋否認入屋犯法、處理贓物等3項罪名。案情顯示，2023年11月，懲教署購入10部新電視，存放喺東頭懲教所附屬大樓嘅儲物室。到咗2024年3月，3名被告涉嫌指示在囚人士將4部電視搬出儲物室，再用垃圾袋包好，運上垃圾車，最後送到職員宿舍。閉路電視片段顯示，被告只搬運電視，並無其他物資。保安主任其後喺宿舍發現4部電視，其中3部未開箱。控方強調，儲物室物資只限院所內使用，職員宿舍並唔屬於院所範圍，案件仍然審理中。美孚一間補習社嘅男導師喺6年間多次非禮5名男童。案情指佢除咗摸男童下體，仲曾經替其中1名男童口交，甚至咬另1名男童私處。當中有2名事主係兄弟，導師仲拍低部分過程。警方調查後喺佢手機入面顯到相關影片同相片。被告解釋話係為咗保留回憶先拍攝。案件今日喺高等法院提堂，被告承認15項非禮罪同4項製作兒童色情物品罪，合共19罪。法官押後到7月28日判刑，期間索取心理報告，被告繼續還押。涉案5名男童，案發時年齡介乎7至13歲。事件最初由兄弟揭發，祖母同父親得知後報警，警方再發現另外3名男童亦受害。被告錄影會面時承認非禮，並供稱因性好奇而犯案。舞蹈員阿毛李啟賢喺2022年 Mirror 紅館演唱會表演期間遭下墜，屏幕擊中脊椎，導致4肢癱瘓。佢早前向僱主舞館有限公司提出工傷索償，法庭於6月15日裁定舞館需向阿毛賠償629.1萬港元。法官羅麗萍指出，呢宗工傷意外對一位年輕舞者嚟講係一場災難。舞館由意外至今未有作出任何賠償，甚至缺席聆訊，令人懷疑係逃避責任。阿毛喺聆訊中透露，佢意外前月薪約6.3萬港元，生活現時需要全天候照顧。判詞提到，阿毛永久傷殘，失去工作能力，需3名看護同醫務人員照顧。法庭最終裁定，舞館需支付包括醫療費用、生活照顧等，合共629.1萬港元，並需支付訟費同利息。阿毛除咗向舞館索償，亦已入稟高等法院，向涉演唱會製作工程嘅多個單位提出索償。案件暫未有排期聆訊。大班麵包西餅主席廖志強被指拖欠約290萬嘅債務，今日喺高等法院聆訊中，最終被頒下破產令。廖志強表示自己正在賣樓，希望可以暫緩判令，但法官林展晴認為佢未能提供足夠文件支持，決定頒令破產。呈請人早前指出，廖志強未有履行還款責任，法庭亦喺今年3月駁回佢撤銷債務償還書嘅申請。雖然廖志強聲稱有誠意還錢，並提出還款計劃，但最終未獲接受。林官質疑佢點解唔早啲出售物業，廖則解釋適度欠佳。最終法庭頒下破產令，並表示會喺6月22日前交代理據。公務員事務局6月16日公布，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決定喺2026至27年度劃一上調高層、中層、低層同首長級公務員薪酬2%，生效日期追溯至今年4月1日。不過，華員會會長蔡冠龍表示失望，批評局方做法傲慢，冇考慮工會意見，忽視公務員除咗為公眾服務，本身亦係打工仔，難免打擊士氣。蔡冠龍指出，上週行會提出劃一加薪2%後，佢已經公開批評行會做長氣，唔聽職方意見，又感慨公眾無視公僕付出，衰嘢就日日數住。佢強調，工會曾建議劃一加薪4.12%，以肯定公務員貢獻、穩定士氣同挽留人才，但局方最終未有採納。佢又澄清，社會上對公務員薪高糧準嘅批評係誤導，今次加幅未能追上通脹，等同變相減薪，擔心人手短缺問題持續，影響政府招募同施政效能。